分流仙姑，分流仙姑啦，教法菩萨。然后这次白羊应用的时阵，咱师尊成道是再来走的，所以才会是这个叫做教化菩萨，教化菩萨，教化菩萨，教化人心顺顺善流，菩提妙性时时观照，化众修办明体言和，杀道真性跳出苦恼，无奈教化菩萨。教化菩萨就是咱即马叫师弟，现在我们礼节内底都有嘛教化菩萨，教化菩萨我们现在叫师弟，师姐啦在咱师尊行道的时阵，本来是分流仙姑，气天神仙，来个是来应着师尊在行道的时阵来帮助来开导，所以对咱现在一贯人传的非常帮助了，上天讲也教化菩萨，所以做啥？随风教化，所以教化人心顺顺善流。